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 Florence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係嘉輝花園低層 A5 單位，實用面積為224尺，係一個開放式嘅單位嚟嘅。我哋一齊睇下。呢個係一個開放式嘅單位，一入嚟會見到客飯廳。左手邊窗呢個位置度過大概1.8米左右，而右手邊窗呢個位置呢，可以適合放梳化，已經有冷氣啦、衣櫃同埋少量嘅電器嘅。而大門口嘅位置呢，已經有電視嘅信號線㗎啦。客飯廳呢，望出去有一個斜坡嚟嘅，向右手邊望呢，景觀算開揚。大門口隔離呢，係一個梗廚房，已經配置咗廚櫃啦、星盆龍頭啦。有抽氣扇、明火煮食爐，同埋隔離有個洗衣機嘅。廁所呢係一個光廁嚟嘅，有個面盤櫃啦，隔離熱水爐同埋旗杆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歡迎聯絡我啊！我係中原地產 Florence，多謝。